咁有啲朋友咧就會問啦，老師啊，咁屋企咧每年咧嘅顏色咧係咪唔同方位咧就用唔同嘅顏色咧咁樣？咁其實咧，如果你想一勞永逸嘅話咧，用金色即係白色啦，屬金嘅白色。因為點解咧？白色咧可以化解唔好嘅磁場，所以咧白色嚟講咧，以前你睇到啦，皇宮入邊係用金色啦，金色又係屬白色嘅，所以咧係呢個顏色嚟講係通用嘅。只要遇到唔好嘅星都好啦，佢會自動去化解嘅。咁紅色你點睇呢？咁紅色咧其實兩睇啦。第一咧要睇下佢特定嘅位置啦。如果三碧星即係小人是非官非嘅位置可以用紅色去化解下佢。財星同埋九紫星呢啲位置咧都一樣可以用紅色嘅噃。另一個位置咧就係呢個文昌星啦，都可以用紅色嘅系列啦。咁2026年嚟講咧，好似東北啦、文昌星嘅位置用紅色係冇問題噶。跟住正東咧八白星同埋東南呢個位置咧都可以用紅色噶。另外一個位置啦就係空星嘅喺呢個正西嗱，呢個小人官非位咧就可以用紅色噶吧。平時嚟講咧喺自己房間嚟講咧就盡量咧少用紅色啲啦。點解咧？有亢奮嘅作用咧，令到你容易咧就係瞓覺嘅時候冇咁舒適噶噃，因為精神緊張同埋焦慮啊。如果喺睡房嚟講咧，就盡量咧用一啲咧就溫和啲顏色，咁樣咧對你嘅睡眠咧係有所幫助噶吧。唔明嘅話咧嚟問我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